错我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老去跳街，天天加油唔去贴价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你的几行茶最暖满意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铁掌门风势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银色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转眼后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色。好嘞。哟，阿英用忙到啊？有通过唱歌嘛？冇呢。嗯。面白白做嘛？啊天哪！跳蚤吼，是去咧戏面跳切，个配音吼，拢袂当开炸落落啦，烦死了！嘿啊，跳啊戏面人哋唔惊啊！讲要该挨个主公18台啊，总啊变出来，我嘛该有安代无安代，落心。奇怪呢，这洗种头，得三人都按单顺啊，哪可能做嘛该坏事啊？难道做咩啊？还没知道，佢冇单纯呢。那嘛感觉啊，我近日评委买钱吼，问特别多啦。嘿啊，今日早上哦，我考虑是一啦，叫做兴啊，拿出个身份证，啊，还我来拍一个赏你啦、梯子啦，还有啊，还血型啦、星座、兴趣啦。今仔嘛该，伊俩个身高体重啊，还有个三围都爱问啊！咩？个三重啦。伊人来讲咩？我再来讲哦。落单也是老个三重的阿哥呀啊！叫热水路啦。交情是同好哦，莫凊彩领来哦。人哋其他啊多，唔但抢唔强，咱讲嘛该，我当冲路嘛呢，要提报，要管束啦。喂，听得到？我带你抢路嘛呢？我哪有抢路嘛呢？啊？你我讲，我咩唔抢路嘛呢？系无？有抢路嘛呢？讲笑的啦。其实吼，我感觉啊，观念一条吼嘛无要紧啦，大家嘛较有心啦。阿英你讲啊吵啊，同拢讲啊，你着警察迄两个咱要甩呢，恁认着个，吵啦。我从阿夫啊，讲到以后他嘛该定点埋伏啊，其实哦，全地个春梦啊。春梦啊？哈，莫怪哦，经过派出所啊，门口吼，拢会容易甲配下公务外出。讲到公务外出，听到当久无出去的哈，尤其迄去若天阳眼看你啊。嘿，阿元阿叔啊，迄家戏面吼，连面普通啦，一点特色都没有。哟，这特色是无嘛？人讲天阳无款无相干，俺就伫天阳阳头前啊，摆一朵个嘛个木雕作品呢，
你爱看的哦，嘿嘿，莫来看啦，人家都是大双嘞。矮迪，求拜五啊！帮三重的老大装过热水器，还办过杂志社，还去大陆学中医，念到一半没有念，还去香港做过茶水的小弟，而且还赌马，赢了好多的钱呢。哎呦啊！我跟四个去行茶这个对你啦。哎呦，又那个东南亚做过佣兵啦。哎呦，讲到我哋做配了。所以你嘛还要再加个木雕艺术家吗？哦，再讲吼，再配木去。哎呦，唔是是啥嘞？钱呢？那我摸出来啦。哦，金牌做按钮。 2百钱。一支爱糖油，你讲嘛噶？跟他一样，什么？每次都这样。方慧小姐，麻烦过来一下。你又想干嘛？林检，麻烦林检。早上不是才临检过吗？就是因为你把我拦下来问东问西，害我上班迟到了5分钟。我的生活很单纯，拜托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方慧小姐，我是想问，你来的路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？有哎、真的吗？他长什么样子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有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可疑人物？你在哪里看到的？什么时候？现在就站在我面前。方慧小姐，你这样说很过分。我很认真的在执勤，也很关心这里的居民。拜托你去关心别人啦！哦，放手啦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就跟副山叔说你在性骚扰哦。我又没有抓你的手，我只是抓脚踏车。一个正常的人，怎么会对脚踏车性骚扰？行地拿给阿听，那勇士都爱领奖，吼，阮不给落死。有人讲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当然要点不可啊。怕黑吼，故意报嘅，等于鸦片收嘅，就会伫安尼搭上呀，都动单纯，其他神经嘅。嘿，小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大小，哎，爸爸，你娘梳头做嘛呀？对，你困很做得哈，哎，上来拿起来卡嘅，哎，干嘛个？爸，你讲对吧？那勇士会雕刻嘅呀？哎，唔对啊，阿爸去泰了学汉语家，听到伊去当斩雕师傅学嘅呢。我看唔卡过嘛噶。有人就唔信，等下咩好嘅，卡出来，人家看得到，听到戳人伊，啊，人就唔知啦。哎呦，来，阿爸，这梳头暗湿又暗烂，哪卡得啊？我做打工，我前面我就卡，你学到真功夫，唔对嘛？梦咩？切，等下哪里对嘛？对呀，加个咋？嘿，错呀，那个啥呐？泰山野人啊！啊？
比赛呢，迄度上方还会去骗年vụ卡偷东西是呢。啊，安得样哦，挺耐力啊，人家打扶贫嘿。不是笑啦，你鸦片有多严？家庭遭遇受到太大的刺激，所以一个人跑到山上住，还特种部队的哦。特种部队，唉，上假用词啊！老帮人的特种部队。爸，你又提咧地。唔对啊，去脑袋这些秘诀，苏萍啊，只有结困的嘛。哦，还有啊，一摆啊，春英要去波斯湾秘密任务哦。哦，去天然会炮弹烧来烧去，一天到晚丢上去，打来打去，砰啪啪，战况一激烈，啊，单手夺百刃，一球基本就唔对啊，好地哦，人肉质又好过。爸，用从来唔记得你有去过马波斯湾哦。错啊，买秘密任务啊。做秘密任务。等会喷呢。哟，要哪呢？好点点的，听我说嘛有，你莫样白偏白麻偏。食片爱吞到了哈。哦，对了，啊，你吃那一台了啊？这个吃一下。这个吃哦。啊，这个人以前是正常人呢，哎呦，好可怜哦，出车祸，只剩他一个啦。难怪他想逃到山上，远离伤心地。10万元保证金，1礼拜致富，成为亿万富翁，梦想不是梦。10万元，电话是，还蛮机器人呢。你这个大人怎么这么没有脑啦？我也可以教你呀。连3岁小孩都看得出来那是骗人的。你给我5万，我教你怎么当亿万富翁。我只要3万。啊？真的？3万啊？5万拿去买大乐透，3万包小乐透，很容易就当上亿万富翁啊！哦，诈骗集团就是骗你这种贪心的人。嘿呀，电话号码给我了。那个野人泰森的新闻没？我认识他哦。你啊假币还没出来啊，好像有问题啦。哎呦，等下打电话啦。你踹他，那个机器哦欠打啦。那好像同个部队的呢。应该是我学弟哦。要再用力一点啦！啊？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听啊？要听吗？报纸都有写啊。你自己为什么不买一份报纸啊？报纸要别人拿着的比较好看，自己拿手会黑，对吗？哟，某一口是某一口。Hurry！ 好嘞，要打电话嘞。我命令你，给我出来！各位，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，有关野人的新闻，这跟我们切身安全问题息息相关。他只是偷吃东西，又没有伤害人，跟我们安不安全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有什么危险啊？距离我们那么远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一点都不远，野人出没的范围离我们的村庄中间隔了3座山。该土王有3座山，你还没记啊呢？谢谢他，
你不知道我跟淑慧小姐都听不懂客语。I'm sorry，我是说啊，中间有3座山，这样还不远啊？问题就是这3座山的中间有一条小溪，以他的军事背景，他什么装备都不用带，只要花4个小时就可以从那里走到这里，完全不用休息，而且只要再从溪谷上环翻过山，再花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这里跟我们喝咖啡。他要来喝咖啡哦。我只是比喻。那他如果要来跟我换零钱，我要换给他吗？总之，请大家提高警觉，注意身边有没有可疑人物。那现在还有事吗？目前没事。我有事，我先忙。那我先去巡逻了。哎，有人吗？这边啊！那天他卡到呀，哎！阿元叔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啊。我知道你在做什么。你想喝免费的咖啡，送你一句话，这叫自食恶果。我去巡逻了。哎，忙到这啊，还不要走哎，阿天，哎。没我们的事。哎。小倩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2边眼影有没有对称啊？有啊。哎，你还要擦睫毛膏哎，这样眼睛看起来真的有比较大哎。有。教我。好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先用亮色的先打底，打在眼皮这边，然后再用深色的去晕染。师叔，头班啊，像着安泰的哈，没懂好化妆。静音哦，阿妹，安尼是得刚刚那个是发腮红毛。发，你用啥？你看老精神拿了好读书啦。两万都冇个洗头嘞。你用啥？拢讲啊，你叫我保养无有安全哦。较怪的话，莫出去让人注意点嘛。模拟安全？为什么啊？听讲啊，在山都哦有一三人点湿湿啊，你都会침湿了啊，会灭三人，还会流死我一口呢哦。反正你强哦。拿来啊，含油啦。用啥乖乖好好读书哈。嘿嘿，怎么还有？刚刚给我妈的啊都是淘汰的，比较旧的，这里才是全新的，更好用。我跟你说，教我。好啊，我跟你说，像这个睫毛膏，它前面的刷头很细很小，这样子呢，睫毛就可以刷。Breaking news！See？ 嘛个东西都按紧装，嘛个 breaking news。Breaking news！ 啊，得啦，係識嗰隻位呢？ Breaking news, not breakfast。哦，还行。哦，按你嘛。有23個先生哦。係啊。哦，嘿，Peter， Peter，來。哦，唔講驚啊！你有一年又唔係送開年，太馬西上的嘛，講到乜事啊？俺唔係講，俺是講講影響俺嘅民俗嘅勝利。俺問哦，假使講唔係人嚇，你頭講我俺呢條味有野人，唔敢會嚟入邊嘿？錯哦，哦，莎莎姨入警房哦，
拿一支个嘛野球棍，哦，你拿出来。好啦，等，哪拢讲吼，一支唔拿，阿爸来了出钱，你多买几多支，你做本赢啊，记得落去时间吼，就带灯呀，做得吹，吼，还赌多压你的时间吼，做得保护自家，安定哦。好，加油。等，做嘛啦？你先攞日檢房嘅件拿出來啦，要啦。件杯啱布條，仲唔嫌重呀？嚇？捱做呀？走。哦，安排阿爸啦，係看咯，千無答應。啱阿爸呢？條家，係。方法你好啊，走。係咁哦，阿朗講這次卡，哈。你要殺殺啲打電話。啊？每3年全部抗應記愛內容，哦，清楚來講，你要有準備，當厲害嘅防身武器，記得做安心來了，安點啊？ OK。唉，條家實在當辛苦哦。哎呦好，你買家了。阿爺，食飯就食飯，冇見食健康，食飯唔好。我唔識，唔知啊。我呀，做復習掉嘅東西啊，我衝出去掉較緊。今日幹嘛？我看見你表下去，如果2、3點鐘還沒喊出來，錯嘛？喂，哦，金貴啊？哦，有，好，我等下就亂送過去。哎呦，唔是笑啦，我又唔係死人呢。好啦，我啲，好。誒，阿蘭姐，誒，我給你打電話。係啊，嗰個蛇紅哈。長沒啦，不行，唔當個洋人啦，咪對他個強威死啦。沒有，我是咧講個新聞個洋人老佢冇咁乜關係咯，我係講佢對人較特別啦哈。唔講笑啦，他個幾多歲？冇。誒，阿蘭姐，我冇講笑喎，佢從細啊就講，他係變咗土洞，咁講佢都聽啊，你當送醫。哎呦，哪有空呢？眼惡，佢頭擺拖樹啊，佢親口講法，從頭就腳定佢他，佢嚇出嚇死。你啱講都錯嘅，啱用都錯嘅，咩用乜嘅很多乜嘅症候群嚟嘛？就係講啊，醫生人本人欺負久了後，他嘅吼，佢會欺負久嘅，其實會對其他欺負佢嘅人有啲好感。哎呦，你阿媽我弄關係咧，你就講得出來，我講一樣啦。你今天是你送東西咧？等下，你咩送麻貴嘅？係啊。哦，都好，用得。我多一錢，順山人送過去嚇。今日去人咯。嘿，佢唔怕，有人會裝得，我拄好去問佢啊，佢民俗頭前，佢標到嘅佢雕刻作品咯，玉手較便宜。大家呀，你東西嘛做出來就做得賣錢啊？啊，佢唔搶送出來。阿爺，給麻酸啊！哦，係哦，麻酸哦。你把條標呢？你要做成帶落去。那記得哈。阿爺啊，你給一般人退了不給錢啊？開啦。怎麼樣？你說，來哪？然後你要送麻貴啊？哦。你去哪天坤的啊？哦，好。怎麼樣？啊？你要做嘛？冇事啊。聽落去啊？哦。對冇事當同意啊，很生氣哦，按你嘅安慰。媽家，
放心，现在状况怎么样？那阿兰听住啦，阿兰堂讲阿年有事就来请来，最后给带过来，结果呢掉出忙出现啦。说什么？他意思是说，那个他下午跟我订餐，然后阿元刚好要去找他，我请阿元就顺便帮我带去他旅社，到现在没看到他。案发时间是？中午。阿天，我们到处都问过了，想不到别的办法，只能拜托你帮我们找罢了。来，阿天，你来就好，这里交给你。我呢，回我的民宿去看看，一路上呢，顺便找找看，看他有没有跌到水沟里去。哦，哎，跟着我走，走吧。小乐，走。那你们谁最后看到阿元叔的？啊，我啦！春美跟我说哦，阿元叔要去找阿贵叔，等一下就回来，结果一去不回。什么一去不回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啦？对不起啦。除了失踪之外，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。方宇小姐，阿元叔有没有跟谁结怨？结怨呢？你是说哪一种啊？比如说跟谁打过架，还是欠谁钱没有还的？有啦，他欠了我2个月的账。贵单爱因搞谁贴钱都没单爱因。他在我们那边洗头的钱都没给我们。哦，他跟我借过1罐可乐，17块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先抄下来。那他还有欠谁钱呢？我，300。还有啊，上次的汇钱啊也没给。不要给啊！要头的钱也没给我。这村里所有的人都被我爸借过钱啦。好，财杀的范围太大，先排除。那有可能是情杀。你爸有没有跟谁有感情上的纠纷？他小时候喜欢阿兰呐。谁时间？他干嘛喜欢阿兰？啊，我冇。好，就好。啊，应该说啊，他基本上全校的女生哦，他都追过了啦。好，情杀的范围也太大，再删除。阿元叔有没有投保保险？对哦，就我常常听人家说，就为了保险费，家属会谋财害命。阿姨，莫乱讲哎。嘿啊，那用讲太吵过哦。好了，先别吵，还没找到证据之前，先别胡乱猜测。我这里有一份地图。我们先从阿元叔会经过的路线开始着手。哎呦，这个全县的地图我们装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已经那么好，那我问，我家在哪里？那里。不要跟我开玩笑。淑慧小姐，你说春美看到阿元叔拿着食物往民宿的方向走去，春美是这样跟我说的。所以这里到这里就是阿元叔消失的地方。那食物呢？什么都不见了，是他自己吃掉的吗？我爸食量没那么大。哦，该不会坏人是因为肚子饿，要抢饭吃啊？阿天呐，我还是搞不懂呢。你这个地图上画那么多这个红圈圈是干什么？这是我当年警校毕业的时候同学住的地方。警察哥哥，你可以蹲低一点吗？我是说啊，那个野人啊，会不会在半路的时候肚子饿，攻击路人？我爸该不会被野人抓走了吧？你爸一定被野人抓走。你爸真的是被野人抓走的吗？搞不好我爸真的被野人抓走了。抓走你爸的，该不会就是野人吧？野人为什么要抓他爸？
为什么啊？你说啊！你说！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是警察！这在查吗？哎呦，你都会叫我嘅喏。哎，木竹拍较急嘛哦，冇清楚啊，眼有冇搜出了照片哦。哦，大飞也都还顺顺啊。嗯。哎，小乐，哎呦，这样啊，他念书正忙。蛮好。各位，有没有找到什么有关阿元叔的线索？哦，没有。感觉啊，他甲拢面啊摕刀的，啊言3日2日无看到人咧改正常的事情。3万日前讲去山洞前面买啊，没有张纸，伊休2日。双张夜讲去南浦寻朋友，结果去昆定了个礼拜，伊突然讲啊啦，西北行路人错错错。阿爸，我去那边就会先讲，就算欠钱走路，每位打电话转来，夜拜马上就冇讲，听说有事情啦。对了，我现场模拟过，阿元叔可能在路上遇到野人。当时阿元叔手上拿着食物，野人闻到香味就扑上去抢。阿元叔为了阻止野人，跟他发生激烈的打斗。这个时候，阿元叔因为非常的饥饿，咬了野人一口。你怎么真的咬啊？等一下，哎呦，慢个，嘿，野人肚子很饿，咬了阿元叔一口啦。哎呦，笨蛋，笨鸡。对，总之，野人咬了阿元叔一口。你敢？我是警察，小心我告你袭警。阿元叔不甘心，抱住了野人。快点！结果他们两人失去重心，摔入到溪里。等一下啊，这边要怎么演？我想他们应该明白了，那就算了。不要再演了啦，小乐看了会难过。哦。可是我跟我姐沿着溪边找，都没有看到我爸啊，会不会被冲到下游啊？啊演啊，乖乖抽水，就算你跌下去，慢慢没事情。伊想诶，我听说有七甲鼓落啊，啊你有原地解散的啊，唔是搁请的。嘿，阿父的啊，哎呦，黑伢木砍你唔见摕来发，唔好讲原地解散，唔是顺路么？无照顾人状况的人咩？爱讲的拢爱专业的看法。小乐，唔是手啦吼。啊，睡吧。我要退房。哦，退房啊？好。非常抱歉，昨天晚上本来要给你们吃的特色怀旧便当，因为半路被野人给抢走了，害你们吃泡面，本民宿至少12万分的歉意。那个野人就是最近新闻有报的那个野人吗？对，就是那个野人。哦，你们这里看得到那个野人？那个野人有军事化的背景，行动非常的敏捷又快速，但是想要看到他，那就要看运气喽。啊，好
好想亲眼看看哦。好，那我们决定再做一晚，我们自己上山找找看。好好好啊，好刺激哦！你们有空到来报哦。好啦，谢谢啦。姐，爸冇食嘿。我。喂，爸，你去哪呀？爸讲嘛该啊？爸，你讲妈来，他唔清楚呢。爸，喂。用的啦。我退了啦，好怎么样？大家一倒啊。用的啦，有冇啊？冇讯号啊。哎呦。哎呦。怎个打啦？哦，爸听从会食的啊。唔对我讲款啊！到底嘛个意思啊？系啊，还有啊，阿爸做迄个本人暗顿的，苦说发再讲唔清楚啊。我听说俺年做的很救命，就输分亚年谈到嘞，就老强的手机哦，中招就水就关起来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在说些什么？就是啦，爸，谁呀？你嘛个意思啊？话才说不清楚。我知道了。是快来救我！我用个啥哦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传出来唔好啦，你个东西啊，我迄一甲送伊，俺眼中冇拄到俺用的事情啦。阿兰姨，你冇应该去假啦，迄我早起唔去哦，冇听错行你洋葱呢。唉，哦，现在这个时间，野人肚子应该又饿了，我觉得他会再犯案。我用个啥哦？小乐，你唔是惊阿狗会报复你嘅？莫讲啦，三个人赶快报警哦！小乐，需要我逮捕他吗？你要抓的应该是野人，不是我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召集大家组一个巡守队。我先走了。巡守队嘛，我先先忙。这样个唔知吧？唔知吧？还是我。这是干嘛？这个巡守队，那个巡守队啊！这种还手机版呢？正经，好用啊！阿贵啊，boss，你好死啦！啊，你莫搞咪？等同叫的唔对冇？哎呀，来啦，我同讲哦，我规划个惊奇探险之旅啊，绝对也开始。做嘛都要考试？我要从哪里开始上考试？哎，我要用安尼念下吼，人家瀑布念的脚瀑，安尼一瀑、两瀑、三瀑，曾见到天涯下瀑布念这种事啊，都讲马嘅事情，那些马嘅危险，都当伊娘嘅事业，向下来掩盖呀雅人的神兵面纱。哎，我去给马皮你莫。哎，我讲啊，都了下吼，雅人啊，谈过唔是空过，按有干有好。冇谈过尼斯湖水怪哦，个太甲枪敌讲哦，个平静的湖面上
要纯粹咧创纯奖金。万人看过，要无啊？大家还要上电话去看水怪。不过吼，利用阿年吼，俺敢每得古早。哎呀，迄天公宝本的亚总体有最好的机会呢，所以用亚呢，绝对会带动地方的发展，经济就会好啊。佮潘凤燕迄个咸菜哦，伊听说要吃到当听当欢喜啦。讲了无记发作啊干哦，甲阿年生遐时阵唔对。阿年，阿年，阿人讲迄生吼。行好，迄死哦，我报应来咧。哎呀，所以啊吼，MV 啊雅人呢编伊的故事，好好来去宣传包装一下。唔但将一个套装行程哦，然后还推出个纪念的周边商品。到个时节啊，就天天的炒热它的知名度。呀呢，就会变作尼斯湖第2个观光胜地。恋爱好有道理耶！后壁，过来去体验看看呐！好来。呀，这嘛，这个也做嘛有你啦！这是个，有无？我哪有糖都送啊？冇咩？哦，冇啦。算了，给下看。哦，有，那有糖豆。后壁，奇怪呢，亚洲海报都在一闪，也两闪。哎呀，唔重要啦，日亲人啦。好，对给你，来，多谢，平安，多谢。讲正经，正经的啊，然后看到你用在样诶，像我会功夫哦。嗨，就唔见得咧。俺唔是俺骗人啊！超过，本大吼有伊咧讲诶，摆面出去伊咧骂诶。哎呦，安尼我切出几多位小野人嘛！哎呦以后我家家不阿听啲啦，我一大堆死的年后来听书。好，文明，家，来起来，等下。小乐，你唔是惊，唔是笑，有嘛个事情对家家打电话问阿哥，对么？文明，家啦，我还有一句话啦，爱坚持。小乐，我会家家转来啊！小乐，小倩姨，你又来了。发生嘛的事情哦？我们两个去从不来阿水坝，在路上看到两只野人，头黏黏，唔知做嘛呢？真紧哦？俺们带妹吃得乖乖啊，不过唔着上看呐。大家就按舒适，那有可能半夜看到人还会空起来啊？嘿吼，爱啲咧啦，听说迄野人都市有咧，我出来吃东西，将我看到人都空起来。啊，还未照出来哦？你找野人就冻得一样嘞，你还变牛仔哦？没听错，我变鬼掉了哦！哇，你是野人，我喊来啦！唔妹啊，我妒忌哦，麻烦国家啊！唔该警察，有人唔检提，喊死咯啊！还有天数签啊，我签唔到啊。要大家都去巡逻，就看天时，水猛，有良心嘛！好诶哦，好诶。我根本都加班，同规粒3条变过来，还要对俺眼睛过来，按照对吗？哼，按用还差唔多，我骗你呢啊！系俺爷呢，娘诶啊！哦，做鬼不来唔亲我。买野人啊，
买贵啊，恁的西宝摕限七甲面出来啊。给我。Kiwi。哎，马嘎。杨颖，你看。你就会警察。师爷呐！来呀来来来，哎，皮伦啊，来呀！哎呦，我听错搞我怎样哟？哎，难拜哦，是我们这边的吉祥物呢。哎，迄讲啊，又要跳舞啊，要做嘛呀吼？就上网跳，上网点，冇听错呢，就会比个周杰伦喊得出名哦。周杰伦啊！啊，爱听，哎，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。好，各位贵客，请跟我来，走。来，各位，来，这是我们村里面的吉祥物，叫做野人吉吉。野人吉吉呀！那下一站呢？我们要去紧张刺激探险之旅，叫做不归路。为什么是不归路？因为啊，去看野人的时候，有可能大路就会被野人给抓走，再也回不来喽。就叫做不归路，回不来了。是的，现在就请跟我来吧，走，各位，来吧。我懂你。救命！加钱爱跳洋菜园大猩猩啊！这是卡，我得帮马该发通啊。呀，叫群太次年的发图。哦，黑人理论，野人来谈钱哈。也是哎。哎呀，不然就矮，那就搞到牙龈啊！哎，奇怪呢，骗人加牙龈就做个军服特种战队，啊，人用要做那种大猩猩的衫，又重又热又 hip。哦，哎呀，一下忙尋到阿言，嗬，無一天數，故作成理，咁錯。做成理，是我愛名字。做嘛呀？你拿这做嘛？中意的。啊！莫打啦！我等下做正义啦。我生意我死。哈？没钱走加偏烧。真的拼了死哎！我已经通报邻近的派出所，会再扩大搜索范围。阿天，谢谢你。各位小姐，这么晚了，外头还有一个野人在跑来跑去，你们不回家躲着，这样会增加我工作上的困难。总指挥先生，你走路都没声音的哦。阿飘啊！是阿飘，我是警察。阿天，那你愿意陪我姐姐去民宿附近找我爸吗？身为人民保姆，我一定会负责好保护好方玉小姐。小乐，按你哦，等冲给总指挥先生，方玉小姐给你有逼哦。你一直抱着我说什么？下来哦！来，兩睇過見，萬要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見天馬。看到是你冇嘅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對面嘅生活意，總會講你。
招呼。都是女魔的风景，意外无消一道。对面该三分二，总袂讲伊接受打招呼。对面该三分二，总袂讲伊接受起点。